好多人都曾經問過我，究竟我會喺一個乜嘢嘅情況下，喺一個乜嘢 moment 會令到我想娶你呢？情人節晚在峽谷的邊緣，熱燙的溫泉。今日之後呢，我就會成為你嘅妻子啦。好多謝你一直以嚟俾我嘅安全感同埋愛護。用心挑選，在你得邊一剎與中斷。當你呢一刻眯埋眼，可以想像到同呢一個人到80歲嘅樣子，呢一個就證明到呢一個係一個啱嘅人同一個啱嘅 moment。太想你沒有原因翻開記憶中。我亦都承諾我會成為一個好好嘅伴侶，無論生活有幾多嘅挑戰啦，我都會同你並肩作戰，互相體諒。幸福的婚姻，讓我想你沒理天。我會一直支持你，尊重你，用我最大嘅溫柔去愛護我哋嘅屋企啦，同埋我哋嘅小貓咪。由呢一刻開始呢，我都會一路陪住你，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。有天美夢會成真。無論之後嘅路係點，我都願意同你分享快樂。喺你最需要我嘅時候，我一定會喺你身邊。我會用我一生去愛你，珍惜你，同你一齊經營我哋屋企。呢份承諾永遠生效。